呢位有冇人？唔使拍㗎。你好，姚生。咁你好，姚生。咁咧就嗱，我譬如我係政府啦，咁我香港我冇其他產業，得金融同地產，咁我唔揸住地產，咁我點揾錢咧？咁點算咧？即係我覺得個原因會唔會係香港真係冇晒實業，所以令到政府係好被動，一定要係好 depend on 地產，所以一定揸住個地產去壟斷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香港其實土地夠唔夠咧？我覺得譬如新蒲崗成個區變晒住宅區，起碼住多幾十萬人啦。政府點解唔做咧？多謝問。好啊，多謝你嘅問題。首先第一咧就係我覺得你係替政府講咧，其實正正就係反映緊咧，其實我係冇一個真普選嘛，所以政府個思維咧就同你嗰個諗法一樣啦。佢就係講我要攬住啲乜嘢，我先至可以獲利喎。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畸形嘅政府心態嚟喎。點解政府會係諗自己點樣可以攬住一啲乜嘢嘅壟斷嚟到獲利嘅啫？政府基本上就係由民意選出嚟去代表市民。市民做一個決定，佢只要執行就得㗎啦。佢唔應該係諗自己點樣獲利㗎，係嘛？嗱，咁所以咧，其實咧，香港有乜嘢嘅產業或者實業咧，本身就係應該由我哋自己用手、用腳、用腦去行出嚟嘅。唔好以為香港只可以做金融同埋做地產，我哋曾經係有實業㗎嘛。我哋曾經可以好短時間之內就可以調節變成由工業變做服務業㗎嘛，所以其實香港人嘅特性就係我哋好靈活嘅。而家唔靈活嘅唔係我哋啊嘛，而家唔靈活嘅係政府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其實個問題大家唔使驚嘅，我哋有經驗，我哋有能力嘅，要轉隨時都可以轉到。但係個問題就係政府唔肯啊嘛，所以你問得好好啊。其實係政府嗰個思維就係諗，喂，我要攬住啲咩壟斷，我先至可以獲利。嗱，你咁樣嘅思維咧，佢就一定唔會諗市民嘅利益啦，佢就係諗佢自己咯。所以翻轉頭就係話，如果我哋冇辦法有真正嘅民主，冇辦法可以係由我哋提名同埋一人一票選出，咁政府係唔會理我哋噶。咁所以佢淨係諗我邊樣嘢啱我賺得最快咯。係嘛？落台之後，佢可能就又移民去第二度享福啦。咁我哋咧，其實可能我哋其實做其他嘅產業咧，譬如話最簡單講啦，其實東南亞好多先進嘅經濟體都已經係進步到去所謂高創新科技啦嘛。其實香港大把叻仔叻女做創新科技，你淨係睇我哋今次呢個雨傘運動啊，我哋嗰啲行為藝術啊，我哋嗰啲組織能力啊，係咪啊？你會發覺喂，其實全部我哋都係做呢啲行業絕對有能力㗎嘛，但係個問題佢有冇提供或者話政府容許民間有呢個自發咧？係咪啊？咁所以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哋想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香港其實好多土地啊，新蒲崗啊、荃灣好多工業地，點解唔註冊住宅住都幾廿萬人 ？OK， 嗱咁關於土地供應嗰個問題咧。就係朋友講得啱啦，嗱用工業地轉住宅地，當然其實我哋已經提過好多次㗎啦。15年前政府第一次向學界諮詢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提出㗎啦。咁當然啦，政府諸多推搪嘅，包括就話咁有啲工廠未搬啊，咁啊唔可以有工廠同人一齊住啊咁啦嚇。咁其實好容易解決啫，咁我都唔想喺呢度嘥時間講啦。但係咧，其實我哋有替代方案，我係覺得而家香港淨係將800公頃嘅棕土改為住宅，我哋已經可以住多100萬人口啦。咁所以其實一啲土地不足嘅問題都冇嘅。嗱，點解我要強調嗰800公頃嘅棕土咧？棕土係乜嘢啊？棕土就話喺新界，因為政府打輸咗一場官司，所以咧係容許嗰啲原本農地用途嘅土地咧係可以改變做貨櫃場、劏車場。或者貨倉嗱，其實呢啲地咧有冇土地不足，有冇房屋不足咧，都要首先解決㗎啦，因為佢係不停咁樣污染緊環境嘅。但係我哋容忍咗30幾年係點解啊？係因為一個政府佢自己輸咗官司，佢用我哋納稅人嘅錢打輸咗官司，但係佢都唔去搞。到而家咧，佢就係覺得好麻煩、好難做，佢就寧願咧
就係益自己已經落咗釘嘅朋友。嗱，所以佢點解堅持一定要先做東北咧？因為東北咧嗱，古洞車站咧20年前已經偷起咗㗎啦，所以佢起定咧就係話晒俾佢啲財團聽咧，你落定釘啦，冇問題㗎啦，一定會過㗎啦。嗱，所以而家咧佢唔可以唔做喎，佢唔做咧，咁佢即係落咗釘嗰啲親朋戚友咧就攞唔到個回報啦嘛。但係實際上你睇翻個問題啊，嗰800公頃嘅棕土每日喺度破壞環境。我哋唔好理有冇房屋供應嘅問題啊，都要馬上解決㗎啦。點解唔趁呢個機會，就係一次過就將棕土嘅問題，連同房屋供應嘅問題，就係一石二鳥咁樣解決啫？所以我從來都唔覺得有土地不足嘅問題㗎。嗱，咁但係想講，政府既然係壟斷土地供應啊嘛，點樣可以令到地價上升啊？高地價政策咧就唔係靠定嗰個價錢高嘅，係靠咩啊？係要減少土地供應去折高嗰個地價㗎嘛，得唔得？咁所以政府其實本身就係最大嘅既得利益者，佢咁多年以嚟咧都係透過小土地供應，嗱呢個有數字可以支援嘅。回歸前咧，因為中英嘅爭拗咧，咁所以咧成立咗個土地委員會咧，就限制每年嘅土地供應唔可以超過50公頃嘅。但係回歸之後咧，過去嘅10幾年咧，你見到平均嘅數字咧，每年嘅土地供應咧係得25公頃嘅啫，係回歸前嘅最高50公頃都不到一半。啊，所以咧你會見到其實係透過小土地供應政策去達至高地價政策呢個效果㗎嘛，而地價係佔政府約莫係30%嘅收入。咁所以你就見到其實政府就係一個最大嘅既得利益者。而土地嘅價格越高咧，佢所得到嘅財富，佢所得到嘅收入咧，個得益係最大。OK，出嚟啊！想問下咧，阿姚生，咁你話嗰個按揭咧，如果過咗，譬如話即係30年，即係2047年之後冇得供啦，咁即係如果過咗3年之後啦，如果啲樓價係會狂升啊，定係會狂跌咁樣？即理論上係會咁樣。係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啊，即係話咧證明佢後生啊。咁咧就嗱一場遊戲嘅終結啦，其實嗰場遊戲終結就只要有錢揾咧，咁嗰啲人食腦噶嘛，佢就會發明另一套新嘅遊戲㗎啦。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喺我房產學人專欄咧，其實我就一個禮拜講一場遊戲嘅終結咧，第2個禮拜我就已經寫咧，就係話一場遊戲嘅誕生。嗱，其實而家喺韓國咧就已經有一種新嘅按揭嘅遊戲咧，係更加毒辣嘅。咁但係咧又會令到後生仔咧又會憧憬多可能60年嘅喎，又會有一種遊戲咧，其實係令到銀行係會獲利嘅，係會比而家賺得更多嘅。但係既然你之前嗰套遊戲玩唔落去啦嘛，而如果你仍然追尋呢一種咁樣嘅炒樓發達夢嘅話，咁佢就會開發另一套更加食得深嘅遊戲咧，去引你上釣咯，得唔得？嗱，所以咧，其實未來條路會係點咧？其實咧好吊詭嘅喎。嗱，當然啦，我講呢個講題嘅核心嘅目的咧，就係當然係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政府係透過3層壟斷咧，去推高嗰個房產價格咧，令到你個收入追唔上咧，呢一種方法係可嚟控制市民嘅。所以如果你真係聽得明咧，其實我哋應該係聯手唔好玩呢個遊戲，喺政府手上重奪翻土地嘅擁有權，應該係咁樣去諗啊嘛。咁但係如果大家覺得話，哎呀我搞唔掂喎，不如都係好似上一代咁繼續玩呢個炒樓遊戲啦，咁樣咧，咁你好快咧就會有一個新遊戲嘅面世咧，到時又會去嬲你㗎啦，得唔得？仲有冇其他 ？OK。咁我想問下咧，又頭先講啦，高地價同埋一個，因為點解政府要高地價就因為佢稅收不足啦。咁如果我哋要放棄一個高地價政策，會唔會其實一個 trade off 就係話可能我哋賴以自豪，或者我哋香港係即係近呢30年咧發展得咁好，某程度上因為個低稅率引入啲外資，就相對對啲外資嚟吸引啦。咁如果一個高地價政策嘅放棄，會唔會就另外就可能 trade off 就係搞到我哋嘅競爭力相對下降咧咁樣？
嗱，所以我頭先點解強調就係話咧，差唔多絕大部分嘅發展經濟體咧，其實都係政府嘅收入都係嚟自稅收同埋舉債咧，就係因為呢兩種方法咧，都係對政府嗰個施政有個自我完善機制啊嘛。嗱，所以我哋諗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跌入政府嗰種論述啊。佢可能就會話：喂，你要俾我獨享嗰個土地嘅壟斷權啊，咁樣我就可以咧低稅啊嘛，我就可以唔使舉債啊嘛，咁你都有好處啊。嗱，呢種咁樣嘅論述嘅陷阱係咩咧？就會你作為市民咧，將原本屬於你嘅控制權雙手奉送俾一個唔係你可以罷免嘅政府啊嘛，咁佢就出現咗過去嗰60年嘅現象，就係去獨吞咯。反而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就應該回到有自我完善機制嘅。嗱，所以咧我強調呢個字就係話，你用乜嘢嘅收入唔緊要，最緊要嗰一種收入嘅機制咧，係會令個政府咧，如果做得唔好咧，有自我可以彈劾佢嘅，有自我嘅完善機制嘅，得唔得？咁就係一個好嘅制度啦。其實我哋呢一種叫做經濟民主啊，即係除咗靠一人一票呢種咁樣嘅實質民主咧，其實你見到咧就話其他嘅發展經濟體咧，亦都發展出一種叫做經濟民主制度，就係話如果你用舉債嘅方法，你用收稅嘅方法，如果你做得唔好咧，嗰個經濟市場會懲罰你嘅政府嘅，就好似一個民主制度咁咯，你要做好㗎，你做唔好嗰個經濟市場就會懲罰你㗎。嗱，咁呢種制度咧，所以我哋諗係要諗個制度本身係會唔會具備呢一種咁樣嘅完善機制，就唔好咧跌入去嗰個論述陷阱，就話啊你都可以獲益㗎，你都可以低稅㗎。但係個問題，我低稅有咩好處啫？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嘛。你而家覺得你真係生活質素好咗咩？你個稅好低啊，但係你差餉，你知唔知啱啱收到差餉單，今年冇得豁免啊，要交啦，比你上一次交升咗成倍喎，係咪？你有樓嘅又要交呢啲咁嘅費啦，然之後你睇下，你話喂我唔使交稅，我三毛嘅咩稅唔使交？你買任何嘢都要俾租，都要喺嗰個產品嘅價格上高反映咗套租啱唔啱？所以其實租金咧、地租咧係所有市民無可逃避嘅一種稅啊嘛。所以佢話佢低稅制，其實係高稅制啊。不過呢種稅制係隱含喺套租裏邊，而且仲衰過收稅喎。收稅係低收入家庭可以免稅噶嘛。但係鋪租嘅隱含土地稅，無論你幾窮，你都逃避唔到嘅喎。嗱，所以其實我哋係高稅制嘅城市嚟嘅，只不過係隱含喺地租裏邊嘅，得唔得？仲有冇提問？隨便發。咁頭先教授都講得好清楚，關於即係社會上啲深層次嘅問題啦。咁我想即係搞清楚少少，就係話個真普選係咪即係話一個良方去解決呢個問題？因為你頭先提到話個自我完善機制咁樣，咁其實而家即係其實個權本身應該係，就算係有真普選咁，基本上都喺政府度噶嘛。咁係咪就係話意思就係話佢如果第時係真係有個真民主咁樣嘅制度，咁呢個政府係做決定嘅時候，佢會係真係會多方面考慮，即係唔同各方面嘅意見去做一個決定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好似而家咁，其實佢即係做咗一啲唔啱嘅，即係唔係好嘅決定嘅話，咁大家都可能係可以有個權去發聲，去投訴啊，去點樣？係咪就係話喺而家嘅制度底下，佢係唔會係特別會聽呢啲接納啲意見咁嘅意思？即係當真嗱，呢個問題重要啊嚇！我諗今日喺街頭講呢個課題，都係想講翻點解我哋要支持學生同埋支持市民。都要爭取呢個真普選，究竟同壟斷房屋貧富懸殊有咩關係咧？咁樣嗱，譬如有朋友問到，喂咁政府如果做得唔好，我哋都可以發聲嘅啫。咁樣數碼港做得唔好啦，變咗一個地產項目，政府賺咗幾億，財團賺嗰個更加不得了，市民嘈到拆天啦，單標獨批。連基本嘅廉政公署嘅指引都冇遵守，而且明顯嘅官商勾結，但係嘈咗，有冇任何官員受罰？有冇任何嘅政策改變？
嗱，你會見到佢係完全覺得就係話土地係屬於政府，唔屬於人民。我個土地中意同邊個勾結，我中意將啲土地嘅利益分俾邊個，同你有咩關係啊？嗱，如果咁樣嘅政府，我哋亦都奈佢唔何。咁大家就可以想像未來嘅日子係會係點咧？得唔得？佢繼續印銀紙。嗱，所以咧我哋睇到就係話冇一個可以令到個政府係我哋去提名，我哋去選，同埋我哋有罷免權嘅話咧，基本上佢會繼續延續殖民地政府嗰種壟斷土地同埋銀根供應嘅政策。嗱，講咗一個得意嘅現象。嗱，譬如講新界東北呢個項目，你見到立法會咁粗暴通過啊，然之後而家其實咧有好多民間團體每日去緊北角嘅城市規劃委員會去申述，但係咧基本上委員都唔會聽佢講噶啦。除咗因為委任制度之外咧，其實想講就係咩咧？嗱，我哋同英國啊、美國啊或者澳洲啊嗰啲學術團體咧，我哋都開過研討會就傾啊。就係話，喂，咁喺譬如話歐美啊、澳洲啊，你哋嗰個城市規劃嘅制度係點㗎？係咪都係由政府委任一啲委員去決定嗰啲土地嘅改劃用途㗎？咁樣，佢就話係啊，都係由政府委任委員會㗎，市長委任咯咁樣。咁所以有啲香港市民又好，或者政府嘅辯駁就話嗱，其他嘅國家都係咁樣啦，我哋有咩咁黑暗啫咁樣啊？咁啊議會嘅外國嘅專家佢就講。佢話不過有一樣嘢好唔同嘅喎，嗱，如果你喺英國啊，譬如舉例講，你今次咧有一個土地嘅發展咧，如果嗰個委員會完全不聽民意、粗暴咁樣違逆民意咁樣通過咧，咁你就可以彈劾嗰個市長，可以罷免嗰個市長，咁所以個市長落台就連同成個城市規劃委員會都必須要更換嘛。但係喺香港嗱，而家你有咩辦法去彈劾城市規劃委員會？有冇方法可以罷免特區首長？咁所以你咪見到個困局就係咩啊？就係話如果你冇一個真正嘅民主制度咧，基本上佢哋就可以透過去委任一啲朋友坐入一個所謂有民意代表嘅委員會，然之後通過晒政府屬意嘅一啲土地嘅改變。然之後去從中獲利，而我哋咧就會，你睇東北又係有人家散人亡。點解嗰個城市發展要咁樣啊？就係因為其實我哋所提嘅替代方案完全唔會害到人嘅喎，叫佢將個高爾夫球場分一半出嚟啫，你仍然有18個洞嘅喎，你唔係冇波打喎。咁樣就可以令到現有嘅老人家可以繼續喺老人院安享晚年。村民繼續喺嗰度安居樂業，供應新鮮蔬菜俾我哋市民，何樂而不為啫？我而家冇影響到打高爾夫球嘅人喎，佢仍然有18個洞嘅國際標準高爾夫球場喎。點解佢可以擁有2個國際標準嘅高爾夫球場，而令到其他人要家散人亡、妻離子散、老人家不得善終？究竟呢個係咩政府啫？你明唔明嗰個制度嘅問題啊？好，時間關係或者我哋問多2條問題啦，好唔好啊？有冇朋友想繼續問啊 ？OK。我想問咧，如果依家即係達至普選嗰個機會就比較少啲啦，咁又如果我哋又唔參加嗰個即係嗰個按揭嗰個遊戲啦，即係唔買樓啦，咁但係上面啲人又會繼續落嚟買啦，咁我哋作為一個小市民喺魚肉嘅喺咁嘅魚肉俾人魚肉嘅情況底下，點樣自處好咧？即係有啲咩可以做咧？又或者喺咁嘅現狀，我哋會繼續俾人魚肉幾耐咧？啊，問得好，問得好。原本諗住第3集先講啊，就俾你問咗，我又講少少啊嚇。嗱，首先咧就係嗱，如果大家聽得明咧，1984年香港開始聯繫匯率之後咧，基本上嗰個銀根供應嘅權咧就係交咗俾美國，通貨膨脹咧嗰個來源就去咗中國，咁所以大家唔使驚喎。大家唔使太驚喎，所以因此就會經常都出現所謂房產泡沫同埋泡沫爆破嘅現象啦。咁就即係最近都有好多信號咧，都顯示房產泡沫爆破嘅勢頭正在形成啊。
啊，咁當然啦，嗱我就唔係鼓吹大家又話咩沉底啊，又話咩撈底，然之後嗱，因為咧你如果你明白嗰個遊戲就係咩咧，其實佢就係興風作浪，然之後最尾獲利嘅必然係源頭啊嘛，係嘛？啊咁所以咧，首先第一咧答你咧就係話咧，其實咧亦都唔會去無止境咁樣會一路升上去嘅嚇。咁但係好啦，你話喂我都係唔想，就算佢跌翻落嚟，我都唔想陪佢玩呢個遊戲喎。咁如何自保咧？咁樣咁當然第一唔好太悲觀。點解你第一句就話我哋好似冇乜機會啫？世事難料嗱，尤其是我點解要先講話？其實嗰個泡沫爆破呢個週期咧，就係話嗱可能你嚟得遲啊。其實我開場白我就講咧，其實我哋感激學生咧，就係啟動今次嘅雨傘運動嘅，因為咧根據過去全世界所有嘅大型社會運動咧，成功嘅背後嘅一個重要動力咧，就係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咁所以咧，當房產泡沫爆破嘅時候，嗰陣時先至啟動嗰個社會大型運動咧，到時咧就唔係學生做主導㗎啦，到時就係失業大軍做主導㗎啦。咁嗰陣時咧會產生嗰個社會嘅震撼咧，將會比而家大好多倍啊！咁所以其實就感激學生咧，就係提前去啟動咧，就係避免。如果政府肯聽，其實政府如果明咧，其實應該要感恩，就係話咧喺你未經濟衰退嘅時候咧，我哋先啟動呢一次社會運動，令你有機會去反思，令你有機會咧去實踐。如果佢都係唔聽咧，其實到經濟衰退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就必然會有呢個社會運動係更加大規模㗎啦。咁嗰個就正如即係經濟學嘅分析咧，就係話，只要有經濟衰退嘅配合咧，基本上你嗰個貧富懸殊就會喺嗰個時候爆發出嚟㗎。咁所以我哋又唔太擔心，即使你話好渺茫，但係隨住嗰個經濟嘅週期變化咧，咁就指日可待啦。咁但係譬如你話答埋佢先，譬如你話喂唔係喎，假設佢真係可以咁樣繼續運作落去，我哋有冇辦法自救啊？咁樣咁其實我哋民間都做緊好多嘢咧，係講自救嘅工程嘅。咁原本我話諗住第3集講，咁而家透露少俾你聽，我哋就成立咗一啲團體咧，我哋叫經濟分享團體啊 ，sharing economy 啊。其實嗱，如果你聽得明3層壟斷係咩意思咧，就即係話去印假銀紙啊嘛，啲地去霸住啊嘛。嗱，我哋要做嘅咩咧，就係話你壟斷錢啊嘛，我就唔用錢。嗱，唔好笑。嗱，1971年，尼克遜單方面宣布取消金本位，正就係用呢個缺口，就係因為佢知道大家已經習慣咗用錢啦。你出世就以為錢就係財富啦嘛，你已經想當然地不能逃避啦嘛，所以佢夠膽取消金本位，你仍然要用錢啊嘛。所以如果你下定決心，你真係知道咁樣落去係冇運行嘅，團結一致，大家唔用錢。嗱，唔好笑喎，保證政府馬上就要跪低，因為佢再冇嘢可以捏住你嘅咽喉啦。佢原本諗住攞嚟獲利嘅貨幣供應政策，佢嘅壟斷透過你唔再信佢。嗱，你知唔知 Bitcoin 啊？點解佢要立法話佢係一個嚴重罪行啊？佢係好驚有其他貨幣會搶奪佢嘅壟斷權㗎。所以你一出一啲有可能變成貨幣，佢即刻要拘捕你。你知唔知點解啊？所以如果你真係可以唔用佢嘅錢，佢即刻冇你符㗎啦。有冇其他問題？除咗呢位朋友之外，或者我請呢一位因為個。姚教授你好啊，其實就係你嗰個分享嘅演講咧係好精彩嘅，真係。不過啱啱你提到咧唔用錢呢個部分咧，係咪真係要搞一啲以物易物嘅分享網站咧？做緊㗎。係咯，即係因為講真喎，你話去到唔用錢嘅時候咧，
暫時我真係初步就係第一時間即係靈光一閃就係閃到呢一個念頭出嚟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咧？嗱當然啦，其實民間咧或者話全球啦，最先啟動所謂分享經濟嘅平台咧，佢哋嗰個起點咧係因為全球暖化嘅，係因為環境惡化嘅問題嘅。嗱，所以佢哋已經明白到咧，用過去200年嘅資本主義嘅方法咧，最尾係一齊死嘅啫。你睇啊，北京咧而家係跑馬拉松都要戴口罩㗎。300嘅指標嘅 PM2.5啊，根本係生存唔到嘅。咁所以開始講咩咧？就係話真正救地球嘅咧，其實唔係靠咩 recycle 冇用嘅，係要減少浪費，減少使用。咁點樣減少啊？我呢件 T 恤着完俾你着，你嗰架單車唔要，小朋友大咗，你架單車俾我用。我呢個熒幕用完，你可以再去分享。屋企我哋以前細個咪咁過嘅咯，我冇兒冇買過隔離屋借，下一次去過嚟問我借，我哋一齊食飯，筷子都唔使買㗎。嗱，回到我哋40、50年代、60年代都係呢種現象啦。我哋盡量就係唔買嘢，全部都用分享。我而家住緊嗰條村，我已經啟動咗㗎啦。我哋係唔使買書嘅，我嘅書就俾居民睇，佢小朋友嘅單車俾其他居民用。我哋基本上要做到所謂50方案，冇嘢入冇嘢出㗎。我哋切完啲菜頭菜尾，落翻落我條村嗰啲泥，種翻番茄出嚟，俾翻村民食，食完又落翻泥，又跟住又種翻番茄，番茄食完又落翻泥，永遠冇嘢出入㗎。所以你明唔明啊？我哋係做到㗎。嗱，做到之後咧，冇咗錢㗎喎，冇咗錢嗱，財團會好驚你啊，冇人去買嘢㗎，冇人買嘢，佢就知道佢嗰一招唔 work 㗎啦。然之後政府想印銀紙，冇人要你啲錢㗎啦，你行開啦！你明明嗰個用嗰個方法，我知道好困難，上一代會明白啲嘅。上一代喺50、60年代，我哋係咁樣過嘅。我哋邊度有買嘢㗎？嗰啲褲爛咗咪補咯。我哋要回到呢一個世界，因為全球暖化話俾我聽，唔可以再奢侈㗎啦。仲有政府既然用壟斷財政嘅方法嚟到控制市民，我哋就同佢玩鋪大㗎嘛，唔用你啲錢，你睇下有咩辦法啦？得唔得？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謝阿姚松炎同我哋大家分享咗呢個題目，我覺得真係大家都學到好多嘢，咁就好希望佢會再過嚟旺角再同我哋分享咯。或者就係即係佢咧，我知道佢都即係喺唔同嘅佔領區咧都有唔同嘅呢個參與我哋流動民主教室嘅，咁或者大家咧都可以上翻我哋個網站，咁就係可以上網咧 search 下呢個我係老師罷課關我事，咁大家就會睇到咧每一日嘅一個流動民主教室嘅嗰個時間表。咁我都賣一賣廣告啦。其實咧今日我哋嘅即係流動民主教室咧就已經完結㗎啦。咁原本個時間就係8點至9點嘅，但係個時間就非常之即係大家都好好捧場啊。咁啊姚教授個分享都好精彩，咁我哋就 extend 咗，即係都延長咗。